8000蚊啊，就單價8000蚊，就可以喺大灣最中心嘅地段啦，攞得一套1400尺嘅大單位，仲要係南北通嘅，裏邊總共係有4房2廳2衛嘅。我哋今日就可以帶大家睇下成套單位嘅格局啦。OK， 嚟到呢個單位啦，呢個單位屬於長通希苑啊，呢度曾經非常之火爆，而家賣剩翻啲貨未。入門口嗰時，你睇到雙門設計嘅，有埋個防盜門設計啊，包括埋個到頂嘅鞋櫃啦，全部都配晒俾你噶。入門口嗰個位置有一間房喺裏邊，第一間房做長輩房啊，私隱性極高啦，係咪先？入到嚟個客廳部分，餐客一睇，淨係個客廳啊，足足有成4米嘅開間，咁嘅闊落，係咪夠晒豪冚啊？雙陽台設計，南北通，連埋電視嘅背景牆啊，全部幫我哋整好晒，全部天花板啦、吊頂，全部安排好晒。呢個位置聽出露台，露台部分咧有少少硬傷，點解咧？下邊有條高鐵經過啊，就係因為咁樣，所以先做到8000蚊起嘅單價。如果唔係，都唔止個價錢，起碼上萬啦，係咪先 ？OK， 嚟到個餐廳部分啦。餐廳出去都帶個生活露台嘅，咁包括埋個廚房位置咧，裏面 L 型嘅設計，廚房位置非常之闊落啊，雙門冰箱都擺得落。OK， 咁我哋最後咧就嚟到個休息區部分睇下。好啦，我哋嚟到休息區部分啦，3間房嘅設計啊，首先見到嘅係3段式嘅光室分離，全部幫你安排妥當啦。跟住鏡頭轉入去咧係間 BB 房，你後期可以做埋衣帽間冇問題噶。好，轉過嚟呢一邊。另外一間細房，佢超大飄窗，裏邊嘅空間都係非常之十足嘅。最後嚟到你間主人房啦，套間設計，但係個洗手間咧係光室分離設計好晒啊，但係個馬桶位置係咪有啲奇怪啊？唔通真係踎喺度沖涼，係咪先 ？OK， 嚟到成個主人房位置啦，2米床、衣櫃全部放得落，咁大飄窗啊，放翻榻榻米啊，咁樣嘅兩公婆生活非常之 nice 啦。OK， 呢套單位啱唔啱？啱嘅話，記得 follow 我啦，最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 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